我们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早上好，阿弥陀佛。师父利用短短时间来给各位大家介绍，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常保善念，经常要保持这种善的念头，这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受到伤害，我们的心门呢会不由自主的就关上来了。就像我们手去碰到一个很尖锐的东西，马上立即会收回来。想要在碰触的时候呢，我们的心中多多少少会有一些障碍。有一个公案告诉我们的心是可以柔软的，可以敞开的。有甲跟乙这两位商人呢，甲有一匹千里马，乙有一群骆驼。那么这个乙呢，非常喜欢甲的马啦。所以他想用骆驼跟甲来交换这个马，但是甲无论如何他就不肯割爱，所以乙就想了一个办法。有一天，乙就装病了，倒在路旁。甲看到了这种情况，赶紧把他呼上这个马。坐上马背的乙就告诉甲，就说了，他是为了得到这个马才装病的啊！现在他骑上这个马，就是他自己的了。没有想到甲呢，心平气和的就说了：好，马是你的，不过请你要记得哦，如果有人问你是如何拥有这匹马的时候，请你千万不要说出这个真相啊！但是乙呢，不明白这个甲的意思，甲就告诉他：如果你说了，以后就没有人敢救倒在路边的人了，请你务必要记得，不要告诉他人啦，让他人能够保有一份善念呢。乙听了就赶紧下马呀，并跟甲道歉，对不起，不应该利用甲的爱心来满足自己的欲望，不应该的，我不对的。佛法当中，佛陀告诉我们，有四正勤的修行，也就是以身恶要令它永断。你有恶的念头，要永远把它断除。未生恶，令不生了。没有生出这种恶念，千万不要让它产生出来。以身善令增长啊！你已经有这个善念的人，一定要培养，慢慢的增长，让它扩大。未生善令得生啊！还没有生出善念的人，想办法让它能够慢慢的滋长。在我们起起伏伏的心念当中，心存的善念是很可贵的。甲呢，为了让他人不失去这一份善念，即使自己有损失，他也不在意啊。他不仅要让自己的善念能够增长，更令他人能够升起善念。所以善念的回向，使我们的心更柔软、更慈悲、更有体谅心了，不会为了那种芝麻小事就斤斤计较，起了很大的摩擦或起了很大的冲突。但是善念当中最大的善念，就是能够劝导大家念佛。最大的功德就是劝人念佛。为什么？因为佛告诉我们，在经文里面有记载，如果一个人呢，他用四天下当中所有把最珍贵的、最稀有的，大家心目中认为最有价值的金银珠宝、珊瑚玛瑙，把这些最珍贵的东西全部把它集中来供养佛啊，供养菩萨呀，供养辟支佛啊，供养罗汉。你看这个功德大不大呀？很大很大，而且太殊胜了，太让人赞叹了。但是经文说，不如能够教导一个人念一句阿弥陀佛，这个功德呢，比前面的功德还大。由此可见，我们在人世间一定要尽所有的力气、所有的时间、所有的因缘，来好好的介绍阿弥陀佛给所有大众能够明白了解这句名号跟众生的因缘，这句名号对众生的关系，你要让他清楚了解，建立信心。因为阿弥陀佛是要用成就之后的名号来度化一切苦海众生。如果我们不念佛，我们生生世世水液流转了，没有办法永远斩断苦
苦在后面，联系不断的紧跟着在你后头，永远呢没办法切断。所以我们只有念佛，靠这尊佛的慈悲，靠这尊佛的愿力，名号功德力的救度，我们就能够跳脱。所以我们保持善念，善念当中最大的善念就是劝人念佛。今天我们利用短的时间来给各位大家报告，要保持善念，保持念佛，要持续不断的信心，讲大家多去成就，都不要堕落，这是我们所渴望的。感谢各位，阿弥陀佛。